第一個作業要求啦，咁啊需要做個多欄式合夥人嘅資本帳啦，顯示阿安君退出同埋艾君加入合夥咧所需要做嘅商譽調整。咁我哋開翻個資本帳啦，呢度咧佢就話舊合夥咧有安君同埋寶君啦，咁啊經營合夥咧咁就係損益分配咧就係2:1嘅。呢個就係2023年3月31號嘅試算一啲摘錄啦。咁資本帳咧就係安君同埋寶君。OK，咁所以我哋帶翻個餘額乘上。OK，嗱咁日期咧就係因為安君退出同埋艾君加入咧，合夥係4月1號發生啊嘛。咁佢要求我哋做4月1號入邊嘅商業調整，所以我哋個日期就寫翻4月1號，寫翻乘上結餘度。OK，好啦，因為4月1號就等於3月31號啦，咁所以就10萬啦。好啦，咁呢個係舊合夥嚟嘅，就係得安君同埋寶君嘅啫。咁舊合夥人呢兩個咧，個舊比率就係呢2:1啦。咁個商譽就係6萬蚊啦。咁條題目話俾我聽乜嘢咧？就係帳冊內不設商譽帳，即係我哋唔會開商譽帳嘅。咁商譽調整咧就直接喺個資本帳入邊處理嘅。OK，咁即時我哋會咁樣做啦，用呢個 DSE 用嘅方法。OK，有兩個步驟嘅。咁第一個步驟咧就係舊嘅合夥派嘅舊嘅合夥人嘅資本帳，用舊比率將商譽乘翻嗰個佢個舊嘅比率啦去分個商譽嘅。所以我哋就要寫資本帳啦。OK，好啦，咁舊嘅比率分配的話就應該係2:1嘅，即係將佢而家個商譽係6萬啊嘛，即係2:1咧就係2/3啦。所以咧安君咧就應該係分到3入邊分到2啦，咁所以就係6/3，跟住咧就係寶君咧就係6萬乘1/3啦，所以一個就4萬，一個就2萬啦。咁新嘅合夥入邊咧得翻2個老闆啫嘛，因為安君走咗啦嘛，咁得翻寶君同艾君呢兩個嘅。OK，好啦，咁所以咧第二個步驟咧就係我哋要借記資本帳，就係新嘅合夥咧新比率啦。咁嗰個銀碼咧就係將個商譽乘翻個新比率啦，就係咁一樣係2023年4月1號啦。我哋要借記佢啦，我寫翻就資本帳啦，就 OK 噶啦。要寫翻1:1啦，咁已經 OK 啦。然後咧就係新嘅合夥入邊咧得翻安君走咗啦嘛，OK，咁所以安君就唔關佢事噶啦，得翻寶君同艾君，就係將6萬蚊乘1/2啦，咁就每人應該係3萬蚊嘅。OK，好啦，咁就其實已經做完㗎。一般嚟講會有1分咯。